谢你聚集我们妇女的声音来献诗来赞美你。愿你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在我们今天礼拜当中，从头到尾都启示我们有从你来的话语，赐给我们会众有平安，使我们的心里有从你来的喜乐还有欢喜。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。相比打开，
咱即马来练习歌，298首。快乐快乐，阮来敬拜。是用那个快乐颂的旋律，然后来到咱的台语的歌词。那伊才有特别讲到一个，就是咱对第一页的上尾啊要接上一个上尾一个谱表的时阵，有一个第4拍，迄拍莫拖，又讲接第4谱表的第1拍不可延误，伊就是爱照时阵出来，莫拖着时间安尼。咱即摆来练第2节的歌词，修泽万米。修泽万米，一节阿乐，当心为泪做不责。天山是天山高天是天顶的大欢喜，歌山青歌残叶草花，七翠碧弯凉风吹，皎皎星光轻声醉坐，上主听他音不散。好，然后咱的第30到第40的歌词应该拢还好。好，第2首诗歌是伫646首。这是萧泰然老师谱的曲，耶稣调我来行天路。耶稣调我来行天路，带我向前日日进步。世间无论危险艰苦，求主耶稣施给保护。我的救主耶稣基督，在你心中施给保护。我还坚信这里核心，你都是阮亲像保护。好，然后这条歌总共咱会唱4摆个，咱先安静心准备下开礼拜。
来啊，咱着唱歌学乐上主，咱着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，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，着对伊唱欢喜的歌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，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。咱即摆来唱圣诗298首，快乐快乐，阮来敬拜。请起立。请咱游园徛的因主驾是咱的主导文，同齐来祈祷。阮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城，伫地灵亲像伫天灵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伫错阮伫试。要救阮脱离迄个歹个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即摆来启应文第10篇，诗篇第27篇。上主是我的光，我的拯救。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。虽然歹人攻击我，对敌吞食我；虽然大军扎营包围；虽然对敌发动战争；
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，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。我拄着患难的时，伊会互我藏伫布边内。伊会甲我囥伫石板顶。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。上主啊，我求叫的声求你听。你对我讲，上主啊，我来朝见你。求你毋通受气赶你的奴仆。拯救我的上帝啊！我的爸母若气杀我，上主啊，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。毋通照对敌的心愿，甲我交互因。我深信一项事，着信靠上主，着信靠上主。这是咱同齐来祈祷。慈悲怜悯人的主上帝，因为你丰盛的慈爱，阮通安然聚集伫遮敬拜你。求你，互阮有够格的信心，拄着患难灾祸时，犹原信靠你，袂对你怨恨受气，因为你会施落拯救的手，安慰拄着失丧的人的心。毋管是俄乌战争，美国台湾人教会甲德州国小的枪杀案件，也是因为新冠肺炎确诊的人数哪来哪加添。愿你赐平安伫阮逐个人的心，免得阮时时活伫不安惊吓中。也求你，互阮有悔改的心，伫阮做毋着代志的时，袂晓停落来听你的声，因为你是好的牧者，袂放杀任何一只羊仔。就算阮亲像约纳逃走，毋听趁你的话，你嘛一摆搁一摆教示阮，互阮机会。透过你的听，互阮学习谦卑，顺趁你的旨意，甲你哪来哪亲近。甲大家诚做水的见证，互社会有搁较侪好的代志发生，充满和谐甲喜乐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诗班要带来着来唱歌。Thank you.
咱今仔日的记载伫约拿书第4章第1节到11节。约拿对即个代志真无欢喜，非常受气，就对上主祈祷讲：“上主啊，我犹未走离本国的时，竟毋是有安尼讲，我赶紧要走去他死。是因为我知你是有恩典的上帝，充满怜悯，袂快受气，有丰盛的慈爱，会改变心意，无要降灾祸。上主，归去互我死死咧，我死比我地较好。上主应讲：你安尼受气，咸着。约拿就出去城外到城的东边，为家己搭一个寮仔，坐伫院下，要看迄个城到底发生啥物代志。主上帝安排一张闭门，互伊发甲比约拿较悬，做院遮伊的头壳，互伊免艰苦。约拿因为即张闭门非常欢喜。隔日透早，上帝安排一尾虫食即张闭门煞死去。日出的时，上帝安排炎热的东风，日头晒约拿的头壳，互伊强要昏去。伊就为家己求死，讲：我死比好的较好，活的较好。上帝对约拿讲：你为着即张闭门受气，咸着。约拿应讲：当然，我气甲要死。上主讲：即张闭门毋是你种的，毋是你互伊大丛的，一暝大丛，隔暝死去，你拢会毋甘。尼尼微即个大城内面有12万袂晓分别好歹的人，阁有真侪精星，我惊毋免甲伊疼惜。今仔日罗牧师要带来的信息是：我为何喜乐？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伫开始进前，牧师邀请大家各一摆仰头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，各一摆来祈祷，愿你差派你的圣灵，甲阮三脚伫地。互阮听到你的话，阮牛牛的心就得到通达。阮就晓悟你的话语，伫阮的生命的中间来行出主你的见证。阮的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伫讲道的正前，牧师要请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可以脱外套吗？可以，谢谢。对，今天真的有点热，不好意思。那阮看约拿书会发现，约拿整个是表露伊的真实的性情。
第4章的底的11节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咱会当发现约拿他的真性情的表露。那卡师牧师问恁讲，恁若读到约拿书，恁会想到啥物？咱拢会想到大鱼嘛，咱拢会想到约拿逃走，互大鱼搁夹倒转来。毋过今仔日牧师要邀请大家搁一摆来看约拿书内底无尔定，只是大鱼尔定。咱爱了解即个人，嘛了解伊的性情，嘛了解伊的个性。咱来看第4章的第1节。我若看到约拿伊真正的性情，伊大大生气。第6节，伊阁大大欢喜。到第8节，伊阁来生气。短短几节的第4章有11节，短短11节的中间有2解生气，1解欢喜，2解求死。我看到约拿的性情、情绪的起伏，心中的感受。伊敢若是一个囡仔共款，一个欢喜，一个生气，一个欢喜，搁一个啼哭。毋过，当咱看圣经，咱就又搁看到家己。我们看到约拿不成熟的性情，同时我们也看见了自己。有时咱家己嘛会因为济的代志生气，敢毋是？咱也会因为济的代志来欢喜，敢毋是？当咱的生命、心情、人生拄着困难的时，检采咱也会祈祷讲，无来去死的，我死比活搁较好，敢毋是？当咱看到约拿，上时嘛看到咱家己的生命中间有真侪不成熟的地方。所以今天牧师会讲道的焦点会注重伫这段经文中间，为什么约拿来欢喜？约拿伊在欢喜的是什么？我看到一位先知，他为什么来欢喜，又为什么来高兴？如果我们读到第6节，这位先知是为着一丛会当惹黄的笔墨来喜乐。我们不难想象这件事情吼。伫巴勒斯坦这个地区，天气相当的炎热，若有一个会当抗影的所在，黄的所在一定真爽快。咱伫台南可以想象这件事情吼。到了夏天这么热的天气当中，我若骑欧多拜吼，停红绿灯的时候，一定有人停在那个树下，停在那个黄的所在，在等红绿灯，敢毋是？我们都尽量刷迄边比较边边的地方，有树影的所在。停红绿灯吼，如果有人躲在树影的所在，你甲注意甲看，其中一个一定是罗牧师哦，一定有我哈。我们在台南，咱伫台南，我们都可以想象这件事情。笔墨是啥物？笔墨其实台湾嘛有哦。伫荷兰统治的时期吼，治台的时期，它就被引进来。规张笔墨吼，它的作物从它的种子啦、茎啦，然后什么它的叶子啦，都有用处吼，都有用处。笔墨是一个生长很快速的植物，可以在干燥的土地上面，一经一爱日头，不需要太多的水分就会当来生长。它生长时间非常的快速，短短就会当对茎变成一丛的树会当砍影。我看到故事的约拿，因为这丛笔墨的砍影，来大大欢喜，来大大欢喜。当我看到这则经文的时阵，咱就爱来想，咱所欢喜的代志是啥物？咱所欢喜的代志，敢有价值？甲恁三个来分享一件故事。
今日罗牧师来是甲大家分享阮人生路教会建堂整建的事工。我伫一年外来南征北讨，到台北、到南部，甚至到东部，拢有真侪募款。一年下来，我们跑了大概有40-50间的教会，一年也才50几间，55个礼拜哈。1年多来，我们跑了50几间的教会。其中一个真互我印象真深的一件代志，伫台北有一间教会。当阮分享了后，礼拜煞算小的迄块会计来找牧师讲牧师，这小要安怎算？我讲是安那哈？伊摕着金破链甲金手指来问讲，这要安怎来算？我讲哪有即个人，哪有人奉献金破链甲金手指？阮着找着迄位姊妹啊！我讲，即位姊妹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伊讲，这个是我配在身上好久好久的经事。当我听到恁的故事了后，我发现我爱为恁奉献。虽然我今仔日无领真济钱，但是我将我身上上价值的物件奉献出来，因为恁所要做的代志，比我身躯的金仔搁较有价值。我搁感谢主，你参与伫阮建堂的事工的内底，你参与伫上帝事工的内底，阮遐三甲彼此来祝福。到底咱为着什么款的故事？咱为着什么款的代志？咱来欢喜，来喜乐，来感受着有价值的代志。请问，咱所喜乐的代志是？我乌白停车，无互开单，所以我喜乐吗？还是咱伫股票、伫市场上面，咱有趁钱，业绩有达标，所以咱的心大大欢喜，煞来喜乐吗？咱的性命究竟是为了什么来喜乐、来欢喜？咱教会为着什么来欢喜？咱东门教会是看什么最有价值的代志？是咱的历史吗？还是咱的停车场？咱搁回到先知约拿的故事。先知约拿是一位真特别的先知。先知的本分是接受上帝的呼召，传讲上帝的话。毋过，咱看见这位先知，不但没有接受上帝的呼召，上帝叫他往尼尼微城，往东边的尼尼微城，他偏偏往西边的他施逃跑。上帝叫他往东，他偏偏往西。先知本来是接受顺服上帝的呼召，伊煞来逃走。先知本该传讲上帝的话语，毋过咱看到这位约拿，却心不甘情不愿的到尼尼微城去宣讲。伊阁看到尼尼微城的人，规个城镇的人，因为上帝的话来悔改、来敬正、来祈祷的时，伊煞来无欢喜。伊煞来无欢喜。更正确的来说，他是很严重的发怒。我们在第4章第2节，咱就看到约拿的祈祷。伊讲：上主啊！我还袂离开本国的时，敢毋是有安尼讲？我要赶去塔斯，是因为我知影你是有恩典的上帝，充满怜悯，袂快受气，阁有丰盛的慈爱，袂改变心意，袂降灾的上帝。
我们看见这整篇的祷告，好像是在诉说一个恩慈的上帝，但是这整篇的祷告充满着调侃与讽刺。我不是说了吗？你就是这么的有恩典，你这就是这么的怜悯，你就是安尼袂快生气，你就是安尼袂降灾的上帝，所以我才逃走的啊！规篇的祈祷充满了调侃跟讽刺上帝的语言，然后又有一个结论：主啊，归去互我死死的，比活得较好。归去互我死死的，比活得较好。伊对上帝发脾气，上帝问伊讲：“你为着即张笔麻安尼生气，敢有合理？你为着遮个人甲我生气，敢有合理？”第5节，约拿出去城外，伫城的东边为家己搭一个寮仔，坐伫阴影顶地下，看迄个城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。伊甲上帝讲：“即摆我生气啊！我要出去看即个城会发生什么代志。即摆我生气啊！哦，我祈祷啊！哦，我讽刺你了，我调侃你了。现在我要去看看你会怎么做，交给你了哦。你会不会因为我的生气而改变你的做法？”然后，伫迄日，上主安排一个笔麻，互伊发比约拿较悬，做硬影也砍伊的头，互伊免受艰苦。中文翻译叫做免脱离苦楚，脱离苦楚。这个苦楚的原文叫做 ra'ah，ra'ah 有苦的意思，上时伊伫圣经的翻译内底，伊也有邪恶的意思。上帝透过这个笔麻，爱救约拿脱离邪恶的代志。总是约拿因为这个笔麻非常欢喜，因为伊感受到凉快，伊感受到舒服，伊感受到因为这个笔麻带来的快乐，免去他受日晒的痛苦，伊欢喜。伊欢喜，这不难想象啊！伫热天，咱洗身躯了后，我们要多一点想象力哈。洗身躯了后，可能伫冰箱拿一个冰冰凉凉的饮料，啊，好舒服。我们还会因为这个冰凉的饮料感受到快乐，敢不是？总是你敢有想象，一位上帝因为这个笔麻来欢喜，因为伊家己身躯得到凉快，伊来欢喜。他因为自己感到舒服，大大欢喜。看到这一个透早。上帝安排一个虫仔来食这个笔麻，笔麻煞来死去。日出的时，上帝安排炎热的东风拍约拿的头壳，互伊直要昏去，伊就为家己求死，讲我死比活得较好。伊犹原阁为着家己自己的不舒服，为来向上帝生气，来求死。上帝主动甲约拿讲话，你为着这个笔麻安尼来发脾气，敢有道理？这位已经走到极端的先知，应喙应字，伊讲：我生气到死拢合理。伊讲：当然，我气到要死。如果我们手边有圣经，你们可以翻开一下，他说：“我气到死，我都有理呀、我生气到死，我都合理。”看到这，你会不会觉得哇，这
先知若是阮囝哦，你头壳会塞落哦，应喙应字。啊，毋过上帝甲阮无共款，伊教导约拿讲，即个笔墨毋是你种的，伊一暝大丛，过暝死去，你话毋甘。啊，毋过咪咪围城，即个大城内底有12万人，袂晓分别好歹，阁有真侪钱生，我减袂甲伊疼惜。我敢袂甲因疼惜。先知约拿抓一丛笔墨，一暝生长，一暝大丛的笔墨，伊大大欢喜。啊，毋过上帝什么是？即个城内底有12万人，是我创造、我所照顾、我所喜爱的。敢讲这12万人，我无疼惜因吗？即位本来应该带人明白上帝的先知，即马煞来，正做互人明白上帝的阻碍。即位本来应该明白上帝真理的先知，即马连分别好歹的人拢不如。即位先知家己求死，伊嘛欢喜看尼尼微城的人死。在伊的眼中，他看不见尼尼微城里面这一群人披麻进食，痛哭悔改。一个不愿意悔改的先知，面对一群痛哭悔改的尼尼微城，多么讽刺的画面！他爱惜一棵一夜长成、一夜枯干，根本不是他栽种的蓖麻，可是他却不爱惜12万人的灵魂。伊所看重的不过是一粒蓖麻。啊，毋过上帝旨意的是12万人的灵魂得救。这段经文互咱真大的挑战是：咱究竟为什么喜乐？我们的喜乐在哪里？我们为何喜乐？咱所欢喜的，咱所疼惜的，咱所追求的，伫上帝的眼中，伊敢有价值？敢真正有价值？咱所欢喜的是蓖麻，还是迄12万人的灵魂？牧师必须老实甲大家分享，这位先知比阮每一个人搁较诚实，比我们每一个人都更加的诚实。至少他在上帝的面前毫无保留地展现了他真实的自己。啊，不过咱常常用谎言在包装自己，可能咱嘴里所讲的、所祈祷的，敢若是为着迄12万人的来努力，可是到头来，咱所得意的又阁是蓖麻。因为蓖麻会互咱感受到舒服、凉快、合一，让我的心里感到舒服。教会对我的意见来行，教会照我的意思来行，代志照我讲的来做，舒服，舒服。究竟我们喜乐的是蓖麻，还是12万人？咱所看重的是什么？牧师伫募款这1年外来，甚至我募款到平湖去吼。有一年，旧年，一个过年，
我打电话予阮平湖，我是平湖人吼，马经教会平湖人。我打电话予阮的牧师讲，牧师，你过年敢有要休困？你若要转来台湾来过年吼，不要紧，我有转去找阮爸。港台吼，敢会当予我一礼拜，我来募款。新春礼拜，我嘛替你顺线办办的吼，办办的吼。我募款募到平湖去。当我过年，甲我的厝里的人在坐桌食饭的时，吃年夜饭的时，我犹原在募款。我甲阮爸讲，爸，阮教会即马在建堂，在大整修，阮需要1200外万，你敢会使帮忙？我知影阮爸是一个生理人，他有一间餐厅吼，他每年在奉献的事情上面，他可以奉献100多万，每年他奉献的额度是100多万。我就跟阮爸讲，阮教会在建堂，你敢会当来帮忙？阮爸甲我讲一句话，伊讲：恁教会建堂，甲我有啥物关系？恁教会建堂，甲我有啥物关系？阮爸敢若在问我讲，恁教会所做的代志，甲12万人的灵魂，敢有啥物关系？恁教会所建堂的代志，甲人有啥物关系？伊讲我会使捐献给病医、基督教医院、弱势家庭、家协中心、天主教福利机构。请问恁教会建堂，甲即个社会、甲即个人，敢有啥物款的同会、共关系？甲我有啥物关系？恁教会建堂，甲我有啥物关系？可能大概我出去募款的时，在座真侪人嘛会同款问同款的问题。恁新路教会建堂甲东门教会有啥物款的关系？借着这个机会，甲大家三甲来解说阮建堂的事工。阮东门教会甲林新路教会距离很近吼，我们就在林森路上大同地下道旁边这栋大楼国家新进的地下室。这是阮旧的看板、旧的招牌吼，林新路教会。当我们整建完之后，我们有个新的招牌，有一条鱼，也变得比较明亮一点哈。这是阮在地下室一走下去，我们就会有一个交谊厅跟一个厨房的空间哦。这是我们大扫除啦，所以那个沙发拉出来哈，扫头卡。我们会发现林新路教会的空间，因为在地下室、地下室，所以比较矮、比较暗，没有阳光。这20几年前，这国家新进大楼落成的时，伊本来留了一块地，想说在大楼的地下室有一个商场的空间，有买东西、卖东西，所以生活会很方便。殊不知落成之后，这个地方却被8大行业买走了。从此，从一开始，林森路教会原本是一家酒店，在这个所在发生了毒品、枪支，然后甚至是械斗哦，某西人在这个所在。转手之后，转过了几个手，我们没有人愿意再使用这个地方，教会甲来买落来。这嘛是阮林新路教会的见证。阮将酒店变教会，将舞厅变礼拜堂，将包厢变教室，将舞台钢管变钢台吼，将舞台变钢台。这是我们的厨房，我们有经营一些厨房神学。我就在我们一入口处旧旧的感觉，好像回到80年代的感觉不过等阮精修了后，我们现在是我们的交谊厅，一下去我们就有一个咖啡厅，有音乐，有吧台，有咖啡，有饮料机
这是阮旧的礼拜堂，红记记的椅啊，还感觉还是有一点舞厅的感觉哈。我们的礼拜堂最上面有一个钩子，以前就是挂那个大彩球的所在。那霓虹灯安尼射啦，我们故意保留那个钩子，见证我们的历史。木家拆掉啊，这嘛是我们的主日学，我们主日学也使用我们的大堂。这椅啊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修的吼，就会当互助理来使用。不过因为是地下室的关系，我们面临到很多的挑战。一个是地方是老金菇啊，过来是漏水，所以我们的天花板全部拢生菇。你真歹想象，行你礼拜堂第一个闻到的，不是插头芳，是霉菌味啊，那发霉潮湿的味道。所以我们积极的要来改建，这是我们新的礼拜堂。这是我们在练圣歌队，以及我们有接纳一些八角塔府城合唱团，在我们林森路教会在练习的场景。我们的主日学仍然用我们的主堂在做礼拜。这是我们较早的小组的教室，如果咱注意来看可以看到我较早的那个酒店的那个排气管、中央空调。都还在我们的天花板上，天花板非常的矮，感觉压迫不舒服。这我们小组教室。现在我们的小组教室，我们拆掉了我们所有的天花板，变成工业风。小组教室走一种简单、温馨的风格。这是牧师的旧的办公室你看到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你若注意来看113包厢，所以当阮从20年前将这个教会买落来了后，我们只是简单的把该有的钢琴、音响设备放上去，咱就开始做礼拜。20年了后，阮发现我们已经不敷使用，所以阮有一个意向来建堂，这是牧师目前的礼拜的办公室的样子。我2016年来到林森路教会，当时聚会人数是45个。2022 6年过去了，我们现在聚会人数来到85个，数字不多，不过阮感受到这一路以来拢是上帝恩典。为什么阮要整建、要建堂？阮有真大的一个心意是，阮的礼拜堂无够用，咱的空间无够用。阮有一个心意是，阮是为着遮的人，为着阮的社区，阮期待做更较侪的代志。我们想要办社区的合唱团、社区青年的合唱团。社区的教室、才艺教室，社区的弱势家庭发展就业教室，我们有好多的想法，好多的意向，想要来执行。不过咱查了政府的法规了后，发现阮的地下室根本不能用，因为消防拢无过。因为这个原因，为着传福音的心志。阮开始祈祷，甲主讲，若是你愿意，请恁使用阮。阮带小会祈祷了后，阮的小会讲，无牧师，咱来建堂，咱来试看卖。真特别，真侪教会的建堂是因为有钱，所以咱来修整。不过阮人生的教会不是，我们无钱，我们一切从零开始。从零开始说我们要建堂，80几个人教会，1000多万，怎么来？怎么来？这一当我牧师南征北讨来无款。这一季我排了几间教会，下一季我排了几间教会，这个礼拜我要去哪里？下一个礼拜我又要坐车到哪里？迄一年外来，我头壳内底拢是钱。
有一天，当我在坐车的时阵，我忽然晓学过来，讲主啊，我在创啥物？我真惊吓，我家己迷失在这金钱的当中。我逐礼拜都来算，哇！即摆我有300万，我搁欠800万，搁欠700万，搁欠500万。伫疫情的中间，教会拢关门，我要去倒位募款。伫疫情的中间，我搁无着钱，啊，毋过教会伫要完工啊，我钱要对倒位来？当我烦恼这个代志的时，上帝差派伊的信心来甲我安慰。不要为了慕来的钱多寡来喜乐，不要因为慕来的金钱而欢喜，那不过是蓖麻而已。上帝对我讲：“可尼，你的负担应该焦点在于那12万人的灵魂，不是吗？咱的负担应该是在伫迄12万人的灵魂，敢毋是吗？”这是阮关怀的60的家庭。我们林森路教会很特别，我们有大小的节庆。很多教会喜欢把钱拿去吃吃喝喝办活动，阮教会真趣味，真有疼心。阮将这个钱甲里长来合作，逐一届教会节庆的中间，咱从这奉献的钱关怀一个弱势的家庭。这拢是甲里长所合作的家庭，这些家庭都进入到教会受洗。服侍、参加小组，伫咱教会中间。我搁一摆甲我的同工来讲，咱来祈祷，祈祷啥物？祈祷甲上帝讲，若是你的心意，求你帮助阮。若主，这毋是你所愿的，求你阻挡阮。感谢主，伫即个月初1。阮教会已经搬入去阮的新堂的内底开始做礼拜。在这一整年的募款下来，我们没有贷款任何1分钱。我们完成了我们的建堂，我们没有贷款任何1分钱。啊，毋过我们诚实甲大家参加来分享，阮还阁有120万的款项没有付，我们还有80万的钢琴需要汰换，我们还有社区发展的事工要进行，请各位弟兄姐妹为我们一同来祷告，为我们的社区，为我们台南在地福音的事工，为我们神国12万的人的灵魂，同齐来祈祷甲奉献。阮有一个活动叫做勇士300，我们只需要300个人，能够1年为我们奉献3万块，就能加入我们勇士300的行列。阮即马已经有260个人，若你有感动，会当诚做，甲阮3角同工，甲阮3角伫即个事工的顶面3角有份。我们今天有准备一些义卖的商品哈，这咖啡是阮会友的工厂家己做的。我们有绿挂式咖啡，也有豆子哦。我喝过之后，我再也不喝别家。恁得让试看卖哈，我就摆在你们的左手边这个门哈。还有一个是阮儿童主理哦。阮教会为着建堂的事工，大家毛起来奉献哈。我们的会友真是毛起来奉献。阮来主理后阿先讲，我们可以奉献什么？我们可以奉献什么？因的老师带因讲，我们来做手工肥皂吧。所以2米外口有一点点的手工肥皂，是我们的主日学学生亲手家己拍、亲手家己做的。
他们也写了一些小小的卡片来祝福各位为我们奉献的人。这时，牧师要邀请大家，咱三角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讲，阮就是囡仔，你要呼召咱去的美城，就是咱的社区。我要安怎来服侍阮家己的社区？求主，你将你圣的话语，甲咱三角来沟通，甲咱三角来讲话。阮是逃走，也是回应你的呼召。主，求你差派圣神来感动阮，将这12万人的负担放伫阮的心中，互得救的代志，成做咱真正的喜乐。感谢主，我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咱同齐来念回应诗第646首，耶稣召我来行天路。我的救主，耶稣基
咱用甘心乐心来奉献。请起立，吟奉献诗。请坐。即摆来报告。教会消息第1点，本主日是林森路教会建堂奉献主日。林森路教会派罗牧师到本教会讲道请安甲报告，请兄弟为林森路教会建堂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。第2点。罗牧师本主日前往寿山中会长生教会讲道，佮担任训练课程的讲师，请代祷。第4点，6月3日，即礼拜5是国定假日，办公室休困1天。机体交通，中海兄弟甲蔡信国兄弟已经伫5月23日甲5月25日举行告别礼拜，家属感谢教会牧鸟、中籍会友的关心。咱先请中海兄弟的家属，阁有蔡信国兄弟的家属。愿上帝安慰因。团契消息、教界消息，阁有祈祷的时刻，拢请咱家己看。今仔日的金句，安尼你为长岁寿好过日，享受平安欢迎。伫箴言第3章第2节，印地周报的第14页，较请咱家己看。即马来介绍，咱有3位新来的朋友。第
第一个是刘文修兄弟，欢迎。再来是彭文宽、黄华文，欢迎。这是咱要来唱诗歌第402首《困求主引带我脚步》。因是了，请牧师甲咱祝福。咱三个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但愿赐平安的上帝差派恁着去着恁的家庭，去着恁的职场，去着恁的社区，保养上帝恩典甲怜悯伫咱的四周围。望上帝会望喜乐甲平安，甲恁众人三个之地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请坐，乐必魂。教会后口有灵性有教会预备物件，咱大家会当行去看卖。